说，事实上，中国之前已经抵制过非常多的这种所谓让中国不开心的产品或者是企业哦。那我们在我们看来，印象最深刻大概是从20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开始哦，从这个万豪酒店它开始，那网站上面是就是台湾中国是分开来的这样的情况。那开始一系列看到说有抵制各式的企业哦，是有关于它如果不是用中国台湾的名义的话，那所以接下来到这一次这个新疆棉花的这样的事件，又遭到中国网友大幅的抵制。那中间大家印象还很深刻的还有 NBA 的事件哦，因为 NBA 的这些所谓的管理层，他去批评香港的问题，而导致去这个中国去抵制 NBA 哦。那类似的事情在这几年的发生哦，其实中国常用的一个说法是说，你要赚中国人的钱，就必须遵守中国的规则，或者必须理解中国人的心情等等之类的哦。但是这整个过程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面向的问题。第一个面向就是说，过去这种情形的发生，大部分是北京官方他去操弄一些民族主义，然后透过民众去进行一些跟外国之间，不管是企业或政府之间的对抗。可是这几年来，越来越被发酵成为是中国的民间，就是我们所俗称说小粉红们自立自发，然后发掘出或看到一些不符合中国它的这种利益或者它的认知的这种事件，然后启动一连串的抵制跟这种对抗哦。那事实上，刚刚我所提到的，从 NBA 哦，或是从前面的这些各个企业，乃至于到这一次新疆棉花的事件，其实都有这些影子存在哦。那这样的背景的结果就是说，北京似乎现在变成被这种所谓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所绑架。这个绑架的结果导致的状况是，中国它必须要去满足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哦，而必须对外更加的强硬跟尖锐哦。那以这次新疆棉花的事件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的状况。事实上，杨洁篪上个礼拜在美中2+2采用一些比较对抗性，而且让中国大陆的民众觉得非常亢奋的这样子的语言哦，来形塑自己的民族主义。可是你会看到新疆棉花的事情，事实上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状况，那推迟到这时候才全面的发酵跟爆发，其实也跟说，北京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变相的鼓励吧，哦，让民众他更自发性而且更全面性的去渲染这样子的民族主义情绪，哦，那这个的结果其实短期内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企业本身遭到抵制或遭到对抗的，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他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哦，考虑到整个中国的消费群众。可是中长期来看，其实当大家一沉淀下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事实上还是以市场导向为主。哦，就说，你说很多这个有名的品牌，它使用所谓的新疆棉，可是当这个大陆的民众心情一沉淀下来，发现他还是需要这些品牌，包括可能 Nike 啦，包括可能 Uniqlo 啦、无印良品啦，所以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到最后会变成一种说形式上的抵制，让这些品牌敢怒不敢言，但是实质上的做法是，当这个海水退去之后，你会发现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消退，结果这些企业还是生存下来，而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反而是会成为说外国心里面一种觉得说你中国的这个所认知的价值，果然和西方普世价值落差非常大，这样的情形哦，所以我觉得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民族主义的操弄哦，我觉得对北京或者是对整个中国的国际形象，只是一再的损伤哦。那到最后变成我们说叫做尾巴咬狗哦，就是北京被迫要被这些小粉红们的情绪所操弄。那这个对于中国要真的成为所谓的国际大国，成为所谓的世界大国，其实会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结果。